双十节，蔡总统单位用各座的唱水南展现出台湾的决心。蔡总统嘛强调讲，和平是两岸唯一的选项。以色列甲哈马斯战第3天，死亡的人数超过1600人。以色列封锁加沙地区，讲报复的行动才拄开始。当下晡有车雄雄冲入中国驻旧金山的总领事馆，嫌犯犯案了后，佫一直咧喊中共在哪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今日是双十节，早起的庆典唔有精彩表演，咱的总统发表的谈话上界重要。今日是蔡总统上尾一届发表双十谈话，是用咱家己做的顶一仔才完工的唱水南大话头。蔡总统强调讲，咱家己做唱水南是展现出咱坚定的决心。这是无拍拼，就无法度掌握家己的命运。不过，这并不是代表咱气压压，是代表讲咱为着守护和平，坚定向前行。这也牵连到两岸的关系。蔡总统是强调讲，和平是两岸唯一的选项，会用民意对等对话甲维持现状为原则，甲中国北京发展互动。总统蔡英文入来最后一摆发表国庆文告，主题定为自信振奋国家前进，让世界因为台湾更加好。那第一部分无前进就倒退路，无奋进就方决定命运。蔡总统起头先就先讲到，江南国族经过30年总算做到啊。我们终于做到，我们的国防自主再跨出了一大步，国军不对称战力再向上提升。我们更再次展现守护中华民国台湾的决心。我相信，全世界更会认同海空军舰是为了守护区域和平稳定而破浪前行。面对区域情势，蔡总统强调，为2016年以来一直信守约束，维持现状。再一次表示坚守4个坚持，也强调两岸分歧需要透过和平方式来解决。我要再一次强调，和平是两岸唯一的选项，以维持现状作为各方的最大公约数，就是确保和平的关键之要。我们愿意以台湾的民意共识为基础，以对等尊严为前提，以民主对话为程序，以维持现状为核心，与北京当局发展双方可接受的互动基础，以及和平共存之道。在最后一年的文告中，蔡总统也讲起7年来政绩，包括婚姻平权、年金改革、甲基本工资条起等。感谢台湾人民，给伊2摆机会担任中华民国的总统。这几年来，施政有所成就，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身为总统，我责无旁贷。各位国人同胞，蔡英文的任期会停在明年的520，但国家要继续前进。蔡英文也发声，希望在选举的竞争过了后，朝野政党会当放下激情，内部寻求更加大的共识，对外团结一致。这是对国家的共同责任，用对台湾祝福来结束。台湾加油，中华民国加油！谢谢大家，谢谢。记者综合报道。双十庆典有各国的贵宾来到庆祝，除了有4000位侨胞专工登来台湾，各国的访问团计共是有10团131个人来。这当中是包含真侪友邦的头人，阁有加拿大、澳洲、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好朋友来到了解。国际20多名热情的泰国侨胞穿家己做的服装，专程回国参加2023年国庆双十大典。来自南国的侨胞所穿显白的礼服，也是亲自设计，融合青天白日满地安配色。这个是南非的特色然后我是想说庆祝国庆嘛用国家国旗的颜色来做。大社会热爱中华民国，辽国侨胞欢迎国庆典来上，国庆元素减少。不过美国甲日本侨胞是讲，真介意今年的主视觉也表达是为着蔡总统任期最后1年反台支持。都很有设计，非常的有设计感。最后一轮，所以他做得非常好，我觉得值得回来。
今年大约有4000位侨胞出席国庆，比去年加1倍。那各国贵宾有集团131人来台参与，包括休邦弄鲁总统、圣克里斯多夫总督、圣文森总督、加拿大国会参议员麦康诺。澳洲前总理甲联邦众议员莫里森，参美国堪萨斯州议会众议长，也有日本留华困会长古贵斯锻炼42位跨党派国会议员大型访问团，展现台日友好情谊。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これを確立しているのは日本と台湾。これからもこの素晴らしい信頼と絆の関係を、これが私たち日華議員懇談会の重要な役割の一つであります。And so we wish to support in ensuring a resilient Taiwan and a region that has a strong deterrent against any violence or any aggression that would seek to take away the peace and freedom of the people of Taiwan. 澳洲前总理莫里森会见蔡总统时表示，台澳之间有强大的伙伴关系，澳洲坚定支持台湾维持韧性，确保自由和和平。蔡总统是指出，希望扩大甲澳洲国防安全的合作。记者综合报道。以色列甲哈马斯组织休战第3天，双方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1600人，佫有几大阵的人是去互哈马斯掠去做人质。以色列的政府就下令全面封锁加沙地区。总理纳坦雅胡阁呛讲，报复的行动才拄开始，要互哈马斯付出代价。部在工会就甲起定更硬硬，最高案翻点了。以色列继续对加沙走廊发动攻势，以巴冲突进入第3天。以色列政府决定对哈马斯大本营有230万人口的加沙走廊进行全面的封锁，把所有的电力、粮食、燃料，还有医疗物资的供应拢切断。总理纳坦雅胡伫咧安全会议上批评哈马斯的行为就是野蛮的伊斯兰国，讲对哈马斯报复行动才拄开始尔。האויב הנאלח הזה רצה מלחמה, הוא יקבל מלחמה. התמונות של החורבן וההרס ממעוזי החמאס בעזה הן רק ההתחלה. 以色列军方证实，哈马斯的领导人辛瓦加尤尼斯拢已经死亡。纳坦雅胡呼吁反对党团结起来，支持政府打击哈马斯恐怖主义。以色列接落来军事行动将会让巴勒斯坦未来几落的世代拢感到震撼。不过，哈马斯的指挥官呛声讲，加沙已经做好准备，会当当几落个月。أما شعبنا الفلسطيني يصبر ويتحمل. نحن لدينا مخزون يكفينا أشهر. يعني مش مقطوعين. صبرنا 51 يوم في حرب 2014 مستعدين أن نصبر أشهر عديدة. 这场以巴几落10年来上血腥的冲突，那是双方的人民死伤真惨重，也影响到真侪国家的民众，包括美国、加拿大、俄国、泰国、爱尔兰的国民，拢伫咧攻击中死亡。另外，哈马斯也掠走800人做人质，威胁以色列，若是继续攻击加沙的民众，将会替人质做报复。卡达甲埃及已经出来要协调，土耳其也想要做中人来调解。Türkiye olarak tarafların talep etmesi halinde esir takası dahil her türlü arabuluculuğa hazır olduğumuzu belirtmek isterim. 美国核子动力航空母舰福特号战斗群已经驶往地中海方向，不过美国方面强调未派兵协助以色列。包括奥地利加德国已经暂停对巴勒斯坦的援助计划，不过欧盟是无暂停援助的打算。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催告呼吁联合国紧急介入，阻止冲突继续恶化。公司新闻金焕庆编辑。这回哈马斯大规模的攻击，有专家认为讲，因上无已经布局2年啊，这以色列竟然是无发现伤亡遐尼严重。根据国际媒体的分析，这3项是上界主要的原因。第一，就是以色列这几年断给戒心，因为这哈马斯是常常咧练兵，最近态度阁落软，放出友善的态度。加上以色列甲另外一个穆斯林国家沙烏地阿拉伯关系变好，所以讲就一直降低戒备。第二，就是这哈马斯这回是用大量的火箭弹来轰炸，敢若以色列侦测到会到2200粒。就算因的气空防空系统会当查到90%的飞弹，有关是会有220粒绕高攻击器。会因讲是更较强的防空系统，就暂袂掉遮尔大规模的轰炸。上尾也是上重要的一点，就是国际怀疑这伊朗是暗中送武器给哈马斯，佮甲因斗练兵。若无这哈马斯应该是无才调发动遐尼大的攻击。
哈马斯武装战士接受陪线训练，正携手降落，互相暗号前进。另外一位训练基地，战士射击正准，快速走入去模拟的以色列徛起的建筑，跳到以色列的国旗弹落涂骹。哈马斯武装分击团体进前也公布训练影片，显示这个上千人的特奥突击部队战力正强，这次对以色列的陆海空攻击是有规划而且一定要赢的行动。消息人士指出，哈马斯用奇特的战术，过去2年继续真野线冲突，接受以色列对加沙罗港的经济诱因，暗中伫推测军事计划，有当时甚至公开演习训练。以色列情报机构无及时发现，一旦讲是历史性的失败，原因甲死对头伊朗原有关系。Les renseignements israéliens sur l'Iran font des miracles. C'est-à-dire que là, pour le coup, on ne ricane pas des opérations israéliennes en Iran. Oui, mais du coup, il y a vraisemblablement eu. 因为伊朗长期支持巴勒斯坦甲哈马斯，包括以色列官员甲《华尔街日报》这的媒体，拢讲伊朗甲真主党的势力伫背后支持协助这届攻击行动。一旦证实，会使你区域的情势又搁紧张。美国表示，目前也无看到证据，伊朗嘛已经否认。但是哈马斯选择这个时机攻击，一方面是趁当地乱，因为以色列内部拄好是司法改革分裂不安，另外还有地缘政治的考虑。One of the reasons it carried out its attack now is because of the prospect of normalization between Israel and Saudi Arabia. Saudi Arabia is the custodian of the two holiest sites in Islam. And I think Hamas fears that if there were to be normalization with Saudi Arabia, other Muslim nations, other Arab nations would follow suit. 哈马斯的手段为较早小规模自杀炸弹变作跨境亲门大户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冲突的性质规个彻底变化，搁劫持外国人质，是国际恐怖主义的标准案例。以色列也袂搁以较早的态度甲手段应付，一定会彻底殲除加沙的哈马斯。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以色列甲巴勒斯坦又搁战起来，这上界可能的，就是住伫咧两边的百姓。住伫加沙走廊的巴勒斯坦囡仔，因为战争根本就无法度享受囡仔时代无烦无恼的日子。所以讲，有一群巴勒斯坦的艺术家，就伫咧去互崩弃的厝顶悬创作，画出这战争对囡仔伤害。真侪民众有大人嘛有囡仔，走来这个互炸弹崩甲脆糊糊的所在，要来遮看一场非常特别的艺术展览。一群巴勒斯坦的艺术家就选伫加沙走廊的城市戴尔拜莱赫，这个受到以色列炮火攻击的所在，伫已经炸害的厝的壁顶，也是条仔顶头画图进行艺术创作。هدفنا ورسالتنا نظهر للعالم كله إنه إحنا من مكان الركام دمار بنقدر نوصل رسالة بلوحة فنية طبعا بتعبر عن معاناتنا معاناة شعبنا。重新倒来家己的厝，看到规涂骹的阿摩头碎片，佮看到壁顶画这幅图，厝的主人阿贝迪心内非常感慨。الصورة هذه موجودة في نفس المكان اللي كانوا أطفالي متواجدين فيه واللي بيتواجدوا فيه والحمد لله إنهم ما انصابوا بمكروه。这场艺术展览的主题，合作去互占领毁掉的囡仔时代。艺术家创作的壁画当中，有受伤流目屎的查甫囡仔，有甲伊的红仔的面暗掉的眼神真惊吓的查某囡仔，嘛有一个查甫囡仔的天才雕像，手摕一张伫炮火之下死去的囡仔的相片。因为展览的场所就是受到炮火攻击的现场，互参观的人更较会当感受到迄种残酷。但是对所有受害者甲因的家属来讲，炮火所造成的伤害，恐惊是任何艺术作品拢无法度完全表达的。记者甘美恁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产经新闻。日本东北新干线昨中昼有升起排烟人不明的化学物，这4个人吸到了后是重伤。警方初步调查是意外流出来，不是恐怖攻击。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北韩正搞起地下通道。根据情报单位显示，哈马斯这回就是靠北韩假技术去地道入侵以色列。英国《Times》报道，美国的地库指出，画册翕到北韩甲罗西亚边境铁路有货运车厢聚集伫咧遐，真有可能是北韩正咧送武器给罗西亚。刷落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总统拜登去年去互发现讲，私人的徛家甲办公室有保留过去政府的机密文件。拜登当时已经亲身去互特别检察官审问。
上尾是华盛顿邮报，根据国际地质组织的报告，越南是要间谍软体，伫咧 X 平台顶关架假的连接，去互各国的政治头人入侵因的电脑偷摕资料。美国参议院多数党的领袖舒默是带团访问中国的上海、北京甲西安。外界认为讲，伊即抓是为拜登甲习近平见面咧铺路。不过，舒默甲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见面的时阵，是直接甲中国洗面，批评讲中国无挺以色列，说是去支持巴勒斯坦，根本就无大国的办。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率领跨党派参议员6个人组成访问团，最高伫中国北京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这是2019年了后，隔4年，各有美国国会代表团访问中国。中美两国如何相处，这决定着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几任总统都讲过，我说我们有1000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1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外界期待这次访问会当为后个月拜习会铺路，也毋过美国总统拜登对后个月伫旧金山举行的 APEC 峰会期间，甲习近平会面表示目前无安排。There is no such meeting set up, but it is a possibility. 苏比尔甲同齐去的参议员表示，美国无寻求甲中国发生冲突，也无希望甲中国脱钩，愿意甲中国加强对话沟通。We made clear we don't think that level playing field exists right now. We need reciprocity. That means that the American companies are able to compete as freely in China as Chinese companies are able to compete in America. 这次访问，苏美也甲中国外长王毅会面，对中国只是简单呼吁以巴双方保持冷静。苏美当面表达不满，伊也敦促中国人民甲以色列人徛做伙，谴责冷烈和恶毒的袭击。250 young people gathered at a dance, and the Hamas terrorists took machine guns and shot them all dead. I was very disappointed, to be honest, by the foreign ministry statement that showed no sympathy or support for Israel during these troubled times. 中国外交部伫哈马斯犯下暴行了后，电脑发新文稿支持巴勒斯坦独立建国，也讲安尼才会当平息冲突的办法。苏标认为，这并不是大国应该有的态度。公司新闻陈慧婷编译。昨下晡有一只车冲入中国驻美国旧金山的总领事馆，嫌犯犯案了后，恶意地话讲中共在哪里？美国警方赶到现场，把人打死，不过动机还阁查。一台纳西轿车，美国时间早到下晡冲入去总领事馆的签证处大厅，现场规个如苍苍，民众惊甲赶紧逃离开现场。警方拘捕到场，开枪甲嫌犯制服，嫌犯送医了后也是救无倒来。Officers rendered aid, and they had summoned paramedics from the San Francisco Fire Department. And in spite of the life-saving efforts of the police officers, firefighter, paramedics, and personnel at the hospital, the suspect was later pronounced deceased at the hospital. 案发了后，警方伫现场围封锁线，因为有民众看到嫌犯犯案了后，一直大声喊中共伫倒位，嫌犯的身份、犯案的目的也有待查清楚。警方也呼吁民众提供相关的线索。There's very little information that we can give at this time, and we do ask that if anyone was a witness, if anyone has any video, we know there's some cell phone video that's already circulating out there, to please contact investigators. 包括旧金山警局、美国国务院也甲中国领事馆当地合作处理专案。官方发声明，严厉谴责这个暴力事件，佮向美国提出正式的交涉，要求赶紧查明真相。记者综合报道。中国11长假拄结束，根据因官方的统计，这8天的连假，国内旅游的人数是8亿外人，旅游的收入7500多亿的人民币，是好台票3.3兆，比疫情进前搁较悬。
无论是去新疆的沙漠徛落道，还是去山顶享受出世的趣味，中国今年的11黄金周对中秋节开始连放8天，替国内的旅游搁创造一批生理，真侪景点拢一大堆人。根据文旅部公布的数据，今年境内旅游的人数有8.26亿这么多，比2019年是增加4.1%。旅游收入是人民币7534.3亿，嘛比2019年是成长1.5%。全国主要商圈的消费次数同比增长了142%。那么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出，那么全国各地的旅游消费市场呢，恢复是非常强劲的。这数据咱看出中国各大旅游已经对疫情的时阵正歹，甲打全面恢复。其中，阁以荷兰的表现上好，出游人数比2019年同期是加2.5%，旅游收入是比2019年增加17%。但是比起来，出国旅游是还未完全恢复到疫情之前的状况。根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的记录，11假期出入境大约是1180万人次，大港平均有1048万人次，大约是2019年的8.5%左右，比官方媒体之前估计158万较低。另外，有媒体观察到中国也送伫海外爱乌白买的消费习惯嘛无去啊。分析认为讲，这成为中国经济还未完全恢复，消费就变较保守。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美国哈佛大学的经济教授高尔丁得奖，是有史以来第3个得这个奖的女性。伊研究的内容是女性劳动市场，点出讲这婚姻甲家庭是会去影响到女性的收入甲头路，呼吁各界得爱改善政策，互女性更较平等。住在加州港大发表演说，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由美国哈佛大学劳动经济学家克劳迪亚·高尔丁得到。伊捌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佮研究女性劳动市场超过40年，是上早投入性别经济学的学者之一。丰富的研究成果为全球带来重要的影响。You know what? Economics is about people. It's about inequality. It's about the female labor force. It's about health. It's about economic development. It's about well-being. 高尔丁以美国200年数据来探讨当今性别差异安怎有关严重。研究结果发现，女性的劳动参与率甲经济成长并不是正相关。就算从事同款的职业，女性伫第一囡仔出世了后，收入就产生差别。What I have said is that often what goes on in the home is what we see reflected in wage and occupation differences in the labor market. Work from home for many women became work from hell. And so it raised in our consciousness the notion that care should come to the top in terms of public policy. 高尔丁的研究反映婚姻甲家庭责任，定正做阻碍女性得到平等机会甲待遇的因素。虽然研究数据以美国为主，却也反映全球的现况，提供当代甲后世思考，参推动改变。Labor economists worked on the issue of women, and the reason is that for economists, change is important. In some sense, recognizing where the problem is the first way to begin. 公司新闻牛眼编译。英国皇家新闻园区园今日公布一份报告，科学家是预测，这全世界有超过75%咱人类也无熟悉，也是也未发现的食物已经强要断种啊。非法食物嘛有50%面临威胁。下面号自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大红莲，甲全世界上细的故事莲——卢安达侏儒故事莲，即寡冰柜也是已经灭绝，互英国皇家园艺家和有成功的食物拢收藏伫英国历史悠久的皇家新闻园区园内。七十昆园公布最新的研究报告，2023年世界食物甲真菌情况，佮预测世界上超过75%唔知名，也是还未互发现的食物已经面临灭绝的威胁。也有我50%已经知影开火食物也面临同款的威胁。9 out of 10 of our medicines come from plants. So if we think about half of our future medicines no longer being available to us because those species have gone extinct, that's the level of threat and level of impact that it could have on humans in the future.
食物会当做成药物、生物燃料加食品。若无食物，人类会无法度生存。伫2016年第一份的世界食物状况报告就指出，食物的自然性土地，互人类改造农地，也是随意错调，已经互全球1/5的食物面临灭绝的风险。若情况无改善，食物灭绝的程度会加重。严格互科学家感觉安慰的是，当年有有大约2000种食物互发现。If we don't get on and do what we can to explore those areas of the planet where we haven't worked out what the species of plants and fungi are, then these species will become extinct without us even knowing that they ever existed. 虽然有一寡人认为气候变迁也可能带来威胁，不过科学家讲，目前也无数据会当证明气候变迁是使食物面临威胁的原因之一，所以暂时无法度将气候变迁纳入食物的风险评估中。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